鬼董卷一故事一牟詠與赤丁子。洛陽有個後生仔叫牟詠，有一晚佢飲醉咗酒，無端端行咗去荒山野嶺。半夜醒返嘅時候，佢見到路邊有一具死屍，啲骨都露晒出嚟，望落好凄涼。牟詠生性善良，等到天一光就親手將嗰具屍體埋葬好。點知嗰晚佢就發咗個夢，夢入面有個着住白衫攞住把劍嘅後生仔行埋嚟向佢行禮。個後生仔話：我生前係一個強盜，殺人放火，乜壞事都做盡。最近因為同門內訌俾人殺死咗，求其埋喺路邊，一直以嚟都風吹雨打，搞到啲屍骨都露埋出嚟，暴屍荒野。多謝你幫我入土為安，我特登嚟多謝你嘅。之後佢仲同牟詠講：我生前係個惡人，死咗之後都會係一隻惡鬼。如果你肯收留我，每晚供奉我，我就會聽晒你話，我有得食有得住，自然會幫你達成願望。牟詠喺夢入面應承咗，醒咗之後佢試下擺設祭品，對住虛空暗中稟告。果然嗰晚佢又再發夢，隻鬼同佢講：我已經跟咗你啦，以後你想使喚我，只要細聲叫一聲赤丁子，再講你想做啲乜，我即刻就會幫你搞掂。由嗰日開始，牟詠個心就開始有歪念，佢成日叫赤丁子去偷嘢，無論係金銀定財寶，次次都手到拿來。牟詠好快就變到好有錢。有一日，牟詠見到隔籬屋個老婆好靚，色心一起，佢又叫赤丁子去捉人。到咗半夜，個女人真係無端端爬牆入咗佢房，牟詠嚇咗一跳，即刻問佢點解會過嚟。個女人一路喊一路話：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，半夜好似俾人夾硬捉咗過嚟咁，好似做緊夢，我都唔知點樣返屋企。牟詠見佢喊得咁犀利，心入面有少少憐憫，就偷偷地留咗佢幾日。隔離屋揾人揾到發晒癲，仲報埋官。牟詠驚起嚟，就同個女人夾埋做場戲，送佢去別墅，叫佢同屋企人講，話自己俾妖精捉走咗，而家先走得返出嚟。雖然返咗屋企，但之後每隔3-5晚，個女人就會喺半夜俾赤丁子捉去牟詠度，天未光又送返去，持續咗成年。個女人屋企人都唔知，但個女人越諗越驚，覺得牟詠一定係用咗邪術。終於有一晚，個女人逼牟詠講真話，如果你唔講清楚，我就將呢件事揚出去。牟詠唯有將赤丁子嘅事一五一十講晒出嚟。個女人返到屋企，即刻同屋企人商量，佢哋秘密請咗個道士返嚟，喺門口貼滿晒黃符，準備捉鬼。嗰晚赤丁子去到門口，見到咁多符，就返去揾牟詠。佢同牟詠講，對方用正法嚟擋我，不過佢哋功力太淺，我要同佢哋鬥過。今次我會直接將個女人搶返嚟，以後都唔會放佢返去。講完之後，赤丁子就消失咗。轉眼間，隔離屋突然吹起一陣怪風，成間房黑晒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所有黃符好似被掃走晒咁。個女人又再次失蹤。天一光，個老公就帶埋官差衝入牟詠間屋捉人，點知牟詠一早帶埋個女人走咗。從此之後，再無人見過佢哋。鬼董卷一故事二張翰擊鬼。張翰後生嗰陣係長安一個好有志氣嘅後生仔，佢平時中意結交埋啲豪俠朋友，住喺新書坊嗰頭。佢有一個好錫嘅妾侍叫裴六郎，呢個女人真係生得好靚，簡直係傾國傾城。當時佢哋兩個感情好好，但因為六郎住喺崇仁坊，同張翰分開住。有一段時間，張翰因為有事要出城幾個月，點知等佢返到嚟嘅時候，六郎竟然已經病死咗。張翰心痛到不得了。嗰日黃昏，佢去到六郎生前住嘅屋，當時個遺體仲未落葬，就咁停放喺大堂入面，因為嗰度冇其他家人住。張翰就諗，既然生前咁愛佢，死咗之後又有乜好避忌呢？於是嗰晚，張翰決定一個人留喺靈堂，就喺靈帳入面瞓。到咗半夜，出面個天好清，月光照到個庭院，好似白晝咁。張翰因為太掛住六郎，點都瞓唔着。突然之間，佢見到門口個屏風位有個黑影喺度喐，
嗰樣嘢側住個頭，鬼鬼祟祟咁喺度望，喺門口巡咗一陣，呢隻嘢就慢慢行咗入庭院。張翰定神一望，呢隻嘢超過1丈高，成頭亂草咁嘅長頭髮，之後後面竟然仲有3隻鬼跟埋入嚟，佢哋攞住條紅色長繩喺月光下跳舞，動作好詭異。其中一隻鬼細細聲講：床上嗰個係貴人，點算好呀？另一隻鬼就話：唔怕，佢已經瞓咗啦。講完，幾隻鬼就衝上樓梯，行入停屍嗰個房。張翰喺帳入面聽到佢哋竟然喺度拆副棺材，冇耐班鬼就將六郎條屍喺棺材入面夾硬拉咗出嚟。之後嗰幕，張翰成世都記住，嗰幾隻鬼就喺月光下面將六郎個身體一片片咁割開，然後圍埋一堆，好似食自助餐咁喺度瘋狂咬，啲血流到成地都係。六郎生前著住嘅衫俾佢哋撕到碎晒。張翰心入面又驚又痛，但佢好快冷靜落嚟。佢心諗，頭先隻鬼話佢係貴人，既然係咁，就算佢而家出手，班鬼應該都奈佢唔何。佢趁住幾隻鬼食得入神，喺暗位攞起支竹竿，佢用盡全身力氣，猛咁將支竿掟出去，大聲叫：打鬼啊！班鬼俾佢嚇到成跳起，發咗癲咁逃走。張翰仲唔收手，跟住後面追，見住佢哋衝去西北面嗰個牆角，一個個咁跳牆走咗。其中有一隻鬼殿後唔夠快，跳唔上去。張翰衝上前，一棍打落去，打到隻鬼流晒血。最後隻鬼好狼狽咁爬牆走咗。呢個時候，屋企啲下人聽到聲，先至紛紛拎住燈火跑入嚟。張翰成身汗，將啱啱發生嘅事講咗出嚟。佢哋打算去執翻六郎啲殘骸，點知去到堂屋一睇，棺材竟然係完好無缺。佢哋再望翻頭先班鬼食嘢嘅地方，地上一滴血都冇，啲衫褲都整整齊齊。張翰當時成個人呆咗，以為自己發緊夢，但佢走翻去頭先個牆角，佢真係見到牆上面有血跡，仲有幾個清晰嘅鬼手印。到底頭先發生嘅係幻覺定係真實？呢件事最後都冇答案。幾年之後，張翰官運亨通，真係變咗一個大貴人。鬼董卷1故事3：張仇兼瓊見，飛天夜叉。當年張仇兼瓊喺蜀地做官嘅時候，有一日，當地一間大佛寺搞緊大型法會，門口個庭院擺晒大陣仗，成班人在嗰度做緊大戲，現場非常之熱鬧。當時有一個大約10歲嘅小朋友喺支長竹竿上面表演緊，佢動作好輕快。正當所有人都睇到拍爛手掌嘅時候，天上面突然衝落嚟一個黑影，黑影個樣好似一隻巨型嘅老鷹咁，對翼一張開，竟然直接喺竹竿上面將個細路夾走咗。全場人都嚇到目瞪口呆，成個法會即刻停晒，大家揾咗好耐，都完全揾唔到個細路嘅影。過咗幾日，細路對父母行過一座高塔，無意中一抬頭，竟然見到自己個仔就喺個塔頂上面。佢哋即刻攞長梯上去，將個細路救翻落嚟。不過個細路救翻嚟嗰陣，成個人好似失咗魂咁，問佢乜嘢都唔識答，直情好似變咗個傻仔咁樣。過咗好耐，佢先至識得慢慢開口講翻當時嘅經過。佢話嗰日佢見到一隻好似寺廟壁畫入面嘅飛天夜叉，將佢捉咗入去個高塔入面，每日都會餵佢食一啲好甜嘅生果同嘢食。但係啲嘢食到底係點樣變出嚟，佢自己都完全唔知。就咁樣，個細路喺屋企休養咗成10日，精神先至慢慢恢復翻正常。鬼董卷1故事4：吳生之竊食生鹿。以前有個讀書人叫吳生，佢係江南人。有一年佢去咗會稽旅遊，喺當地立咗個姓劉嘅女仔做妾侍。過咗幾年，吳生去到雁門郡做知縣，吳生就帶埋劉氏一齊上任。開頭嗰幾年，呢個劉氏表現得好溫柔體貼，大家都覺得佢係一位賢內助。但慢慢劉氏嘅性格開始變到好兇狠，
佢完全控制唔到自己，只要有人做啲嘢唔合佢心意，佢就會發晒癲咁樣，仲會捉住啲婢女同僕人嚟打。最恐怖嘅係佢會直接咬落人哋嘅肉度，咬到成身血都唔肯停。吳生見到佢變到咁殘暴，心入面開始對佢有咗芥蒂。有一日，吳生同幾個部下出城打獵，捉到好多狐狸同兔仔，全部送咗入廚房。第二日，吳生出咗門，劉氏竟然偷偷地入咗廚房，將所有狐狸同兔仔全部生吞活剝，食到乾乾淨淨。吳生返到嚟，問起啲獵物去咗邊，劉氏低住頭，一句嘢都唔講。吳生好火大，捉住個婢女嚟審問，婢女震晒咁話係劉氏將佢哋全部食晒。吳生聽完之後，心入面開始懷疑呢個枕邊人係咪被妖怪附身。過咗10幾日，有個官差送咗一隻生鹿過嚟，吳生就叫人將隻鹿放喺庭院入面。之後吳生特登講大話，話自己要出遠門，點知一出門口佢就即刻揾個地方匿埋，係暗中觀察住屋入面嘅動靜。佢見到劉氏慢慢行出嚟，披頭散髮，衫就拉到上膊頭，對眼好似要爆出嚟咁，成個人個樣變晒。佢企喺庭院中間，左手夾住隻鹿，右手直接將手伸入去隻鹿肚裏邊，挖晒啲內臟出嚟，就咁生食落肚。吳生見到呢幕，嚇到成個人瞓咗喺地。過咗好耐，佢先至叫埋一班官兵攞住武器衝入去。劉氏見到吳生帶人過嚟，佢索性撕爛晒啲衫，成個人好似變咗一嚿石咁，企喺庭院中。佢對眼嘅眼神好陰寒，棚牙好似刀劍咁尖，全身啲筋骨盤埋一齊，皮膚仲變到青青黑黑咁。班官兵見到佢咁嘅怪相，全部嚇到發抖，冇一個人敢行埋去。過咗一陣，劉氏突然間向住東面狂奔，速度快到好似一陣風咁，轉眼之間就消失咗。從此以後，再無人知佢去咗邊。鬼董卷1故事5，韋志東擊怪語守丹爐。有一位叫韋志東嘅壯士，份人極之講義氣，而且膽識過人。有一日，佢去咗太白山遊玩，住係一個叫段公嘅大戶人家屋企。段公一向都知道韋志東好打得。有一日，兩個人一齊望向深山谷底，見到一條生晒草嘅小路，隱約仲見到啲舊腳印。韋志東就問：呢條路通去邊度啦？段公嘆咗口氣，話以前山頂有間好宏偉嘅佛殿，係唐朝開元年間嘅高僧起嘅，傳聞係驅使鬼神去搬石運木，根本唔係人力可以做到。但前2年聽啲斬柴佬講，入面嘅和尚全部俾怪物食晒，而家嗰度已經荒廢咗好耐。聽講有2隻好兇猛嘅妖魔霸住咗，邊有人敢上去啊？韋志東一聽火都嚟埋，佢話：我一世人最憎啲欺壓弱小嘅嘢，區區怪物竟然敢食人，我今日一定要上山攞佢哋對手級落嚟。段公勸都勸唔住，韋志東已經攞住把劍，一邊拉緊件衫，頭也不回咁衝咗上山。佢攀過懸崖，穿過叢林，終於去到嗰間精舍，成個地方死氣沉沉。佢推開啲生房門一睇，房間入面啲鞋同石像都喺度，被鋪都仲好整齊，但上面已經積咗厚厚一層層。佢行入佛堂，見到地下啲草俾人壓到平晒，明顯係有巨型生物喺度瞓過覺。牆上面仲掛住啲野豬同黑熊嘅殘肢，有啲仲烤熟咗一半。韋志東心諗，睇嚟啲傳聞真係冇錯，佢估計隻怪獸未咁快翻嚟，於是喺附近劈咗一棵飯碗口咁粗嘅柏樹，削走啲枝葉當成一支大木棍。佢將門鎖好，再搬咗磚石，佛像喺門後面頂住。嗰晚月光照到好似白晝咁，半夜都未到，山上面突然傳嚟一陣腥風，一隻怪物拖住一隻鹿返到門口。佢見到大門被鎖住，發晒癲咁大叫，跟住用個頭瘋狂撞門，力大到連磚石佛都撞碎咗，整個人衝咗入嚟，
韋志東一早等緊呢一刻，佢攞起支柏木棍，對準怪物個頭，用盡全身力氣一棍打落去，指怪物當場腦袋開花，死喺地上面。韋志東將屍體拖埋一邊，重新關好門。過咗一陣，第二隻怪物翻嚟啦，佢見到另一半冇出嚟接佢，憤怒咁咆哮，又係用個頭去撞門，結果一樣，門一開，韋志東又係一棍打落去。呢對雌雄怪物就咁俾佢清咗門戶。天光之後，韋志東斬咗2個怪獸頭，拖埋隻鹿落山。段公見到之後嚇到呆咗，大讚佢真係當代周處，成條村嘅人都湧埋嚟睇。係人群入面行咗個道士出嚟，佢好恭敬咁向韋志東行禮，話我有件事想求壯士幫手。韋志東話我最中意幫人，你講啦。道士話我係深山煉丹藥已經好多年，靈藥就快煉成，但最近經常有妖魔想衝入個洞度破壞，我需要一位剛烈之士幫我守住個洞口，如果煉成咗，我一定分翻啲藥俾你。韋志東覺得呢件事好有挑戰性，即刻答應。佢跟住道士去到太白山最高峰嘅石洞，道士叮囑佢聽日5更時分，你就攞住把劍企喺洞口，見到有怪物想入嚟，你就斬佢。到咗凌晨，果然有一條幾丈高嘅巨蛇爬過嚟，金口雪牙，噴埋啲毒霧。韋志東眼明手快，一劍斬落去，條蛇化成一陣輕煙散咗。過咗一陣，又見到一個生得好靚嘅女仔，手攞住荷花，慢慢行埋嚟。韋志東知佢係妖精，又係一劍揮過去，個女仔變成一團雲消失咗。差唔多天光嘅時候，天上面突然傳嚟仙樂，有個老道士踩住彩雲，坐住仙鶴，後面跟住一大班隨從，排場好大。老道士同韋志東講，妖魔已經清晒啦，我徒弟粒丹藥就快成，我是特登嚟做見證嘅。老道士仲係天空讀咗首詩，韋志東一聽覺得意境好高，心諗呢個一定係道士嘅師傅，仙人降臨啊！於是佢放低把劍，跪喺地下行大禮。點知就係呢個時候，身後個山洞傳嚟一聲巨響，好似爆炸咁。韋志東衝入去一看，個藥鼎爆裂咗，入面啲靈藥全部飛散晒。原來頭先嗰個老道士都係妖魔變出嚟嘅最後一個幻象，目的就係要引韋志東分心，放低武器行禮，等妖氣可以趁虛而入。道士見到幾年嘅心血化為烏有，坐喺度痛哭。韋志東亦都好後悔，兩個人唯有用泉水洗下個頂，將剩翻嗰少少藥水飲咗佢。聽講韋志東飲咗之後，成個人後生晒。後來佢去咗南岳，就冇人知佢去咗邊。至於嗰2隻怪物嘅頭骨，到而家都仲放喺段公間屋度，成為咗一個傳說。鬼洞卷1故事錄。王氏女與妾搏命炭。當年喺巨鹿有個姓王嘅女仔，生得好靚，但係屋企好窮，童棍一個叫凌生嘅男人立咗佢做妾侍。點知凌生個老婆妒忌心極重，有一日佢趁老公出咗門口，竟然叫班下人將王氏成個人綁住，直接掟落深山谷底。王氏命不該絕，喺谷底死入生出。逃脫之後，佢改名換姓，去咗另一個郡做女導師，仲寫咗一篇長達1000幾字嘅《妾搏命炭》，記錄自己嘅冤屈。有一晚，凌生喺睡夢中見到王氏翻咗嚟，佢喺夢入面一路喊，一路訴說自己受過嘅苦。臨走之前，仲交咗一疊詩稿俾凌生。凌生嚇醒之後，一摸枕頭邊，竟然真係有一疊濕淋淋嘅詩稿，上面寫滿晒字。後來凌生個原配死咗，王氏先至可以重光翻到凌生身邊。呢篇《妾搏命炭》就係當年佢喺絕境寫落嘅血淚。當時佢孤身一人行喺荒山野嶺，寒風吹過枯枝，發出嘶嘶聲響，山路好似羊腸咁轉嚟轉去，一個唔小心就踩入咗長滿刺嘅荊棘叢。森林好密，
月光只能夠斷斷續續咁照喺佢身上，成晚都聽到烏鴉喺度叫喎。貓頭鷹好似喺度笑佢，又好似喺度喊。狐狸圍住佢嚎叫，老鼠喺腳邊竄過。佢當時好驚會遇到虎狼，將佢生吞活剝。佢只能夠一路行，一路求個天保佑。諗翻起以前年少嘅時候，學彈箏、學吹笙，以為可以安穩過一生。點知到咗中年，竟然招嚟家禍。屋企嗰班女人個個都喺度講是非，主君聽唔明，察覺唔到真相，竟然就咁將佢趕走。以前兩個人幾咁恩愛，而家主君竟然變晒臉，將佢當成仇人咁樣。嗰班得寵嘅女人餐餐食肉，佢就只能夠食野菜。人哋住綾羅綢緞，佢就只能夠最粗麻布。佢不明白主君點會唔明佢嘅心。嗰班女人甚至想落毒害佢，只係因為佢哋想爭寵，就將佢逼上死路。佢喺野外露宿咗3年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聞。佢大聲嗌爸爸媽媽，點解要生佢出嚟受苦？夢入面佢見到父母喊住叫佢唔好改初心，但一伸手，父母又消失咗。醒返嘅時候，天啱啱亮，全身都係傷，又凍又餓。佢行到一間祠堂，入去拜祭古時嘅烈婦，遇到一個老尼姑為佢占卜。卦象話而家係受損嘅時候，但只要意志堅定，終會見到神明。之後佢好似進入咗幻境，遇到仙人，飲咗仙酒，洗走咗身上嘅塵土同疲勞。佢甚至夢到自己去咗西王母嘅瑤台，西王母叫仙女彈琴，嗰種哀傷嘅聲，連仙人都聽到喊。害我憐憫佢，賜佢不死藥，但佢心入面最掛住嘅始終係主君。佢想將長生不老嘅藥獻俾主君，但連門都入唔到。佢喺夢入面同主君告別，佢話就算心碎咗，佢對主君嘅心依然好似鐵石咁堅硬。佢睇住門外嘅柳樹，牆上面嘅青苔，祠堂入面嘅鴛鴦，萬物都有情，偏偏主君對佢最無情。佢對天發誓，如果佢有違忠孝，就叫雷霆劈死佢。佢最不屑嘅就係好似狐狸咁巧言令色去勾引男人。雖然世間常態都係咁，好似西施、虞姬都要受盡苦難，好似岳將軍父子都要受冤。佢寫完呢篇血書，字字都係相思淚。佢將血書捲好，想響條魚或者隻雁幫佢傳情，但係山高水遠，無人幫到佢。最後佢只能夠抱住膝頭入睡。夢入面，主君終於醒悟咗，伸手想拉佢翻去，但一陣夢又醒咗。佢睇住自己枯瘦如柴嘅身影，明白人生好短暫，傷心係醫唔好嘅。佢最後決定唔再等啦，佢要追求仙道，跟住仙女去遨遊四海，羅浮山、峨眉山，隨風而去。佢留低最後一句話：人喺逆境嘅時候一定要自得其樂，只要心係白嘅，邊個都抹唔黑。佢長嘯一聲，消失喺清泉白石之間，只留低呢篇淒美嘅切薄名嘆，響人間流傳。鬼董卷1故事7。新昌令與銀魚深宵2點，由於新昌縣令啱啱死咗老婆，新昌縣衙門後堂仲點住一盞昏暗嘅油燈。為咗趕住整好啲喪服，佢請咗一批女工翻嚟幫手。呢班女工入面有一個女人特別搶眼，佢生得好標緻，甚至可以用妖艷嚟形容。縣令一見到佢就成個人被勾走咗咁，佢唔理人哋咩身份，夾硬要將呢個女人留喺身邊。之後嗰幾個月，縣令直頭當正佢係心頭好，日日寵愛有加。有一日朝早，呢個女人突然之間變得好憔悴，佢對眼紅晒，說話嗰陣把聲沙晒，好似喊過嚟。縣令覺得好奇怪，就問佢發生咩事。女人好淒涼咁講：我前夫就嚟到過嚟，我同你嘅緣分已經盡咗，我一定要走。縣令聽完之後大笑，佢話：我有權有勢喺呢度，我大晒，邊個敢嚟搶人？你繼續留喺度，唔使驚。點知
過咗幾日，呢個女人真係執嘢要走，點留都留唔住。臨行之前，佢攞出一隻銀做嘅小水魚，佢同縣令講：第日如果你掛住我，就望住呢份信物啦。縣令好唔捨得，佢送咗4匹精美嘅綾羅綢緞俾嗰個女人做回禮。女人走咗之後，縣令真係日思夜想嗰隻銀魚，佢直頭係隨身攜帶，一日都唔放手。平時返公堂做嘢，佢都要將隻銀魚擺喺台頭。有一日，縣衙門嚟咗一個不速之客，嗰個人係以前喺度任職嘅一個員尉，佢之前離咗任，但因為老婆死咗，副棺材仲暫時停放喺新昌縣。呢次佢返嚟係專門搬返老婆具棺木返鄉下。員尉入到去同縣令打招呼，佢一坐低，視線就死死咁盯住縣令台上面嗰隻銀魚。佢嗰種眼神好奇怪，好似見到一啲好恐怖嘅嘢咁。縣令見到佢咁嘅反應，就問佢：你有咩事啊？做咩係咁望住我隻杯？縣尉深呼吸咗一啖氣，把聲發緊抖咁講：呢件嘢係我老婆入殮嗰陣嘅陪葬品，我親手擺入棺材度嘅，點解會喺你手上面？縣令聽完，成個人呆咗。佢將呢幾個月同嗰個女人點樣相識，點樣過夜，甚至係個女人個樣、把聲，仲有送綢緞嘅事，全部講晒出嚟。縣尉聽完之後，由驚變咗做憤怒，佢面色一陣青一陣紅，佢即刻帶人去停屍間，夾硬撬開老婆具棺材，棺材蓋一打開，陣陣寒氣湧出嚟。大家低頭一望，只見個女屍瞓喺入面，而佢雙手正正就係抱住嗰4匹縣令送俾佢嘅羅緞。縣尉當時發咗癲咁，覺得奇恥大辱，佢命人搬嚟一堆柴，當眾放火燒咗具屍體，最後連啲骨灰都灑埋入缸。嗰晚之後，新昌縣衙門再都冇見過嗰個女人，只有嗰隻冷冰冰嘅銀魚繼續發出寒刺骨嘅銀光。鬼董卷1故事8：張師厚與崔姨娘報冤。太原人張師厚以前同前妻崔姨娘感情非常好，可惜佢哋個仔1歲時就夭折咗。姨娘因為傷心過度，好快亦都跟埋個仔走咗。張師厚之後再娶新老婆係一個叫劉氏嘅寡婦。呢個女人性格非常之殘忍，而且妒忌心極重。佢將張師厚管得好嚴，就好似對待一個未出嫁嘅女仔咁，完全唔俾佢隨便出街。但係張師厚對前妻始終念念不忘，有時會偷偷地去姨娘墳前拜祭。劉氏知道之後非常之憤怒，佢趁張師厚唔留意，帶住幾個強壯嘅下人去到墳場，將前妻個墓打碎，甚至逼張師厚將前妻嘅骨頭挖出嚟，直接丟入缸。嗰晚張師厚返到屋企，匿埋一邊偷偷地喊。劉氏見到又再扯火，佢大鬧張師厚：我前夫生得俊俏，又是名門望族，你係咩嘢貨色？只係人哋嘅奴僕，竟然仲敢喺度悼念死人？難道我唔會掛住舊情咩？講完之後，劉氏突然放聲大哭，跟住佢全身抽搐，好似俾鬼上身咁。原來係佢個前夫顯靈，一邊鬧一邊打佢，話佢竟然背叛盟誓，改嫁他人。張師厚嚇到，即刻請法師張雲老翻嚟做法。點知法師一到，死咗嘅前妻姨娘亦都喺側邊現身。姨娘對住劉氏話：我本來喺地府好地地，你竟然毀我墓，仲要將我啲骨頭掉入缸，你叫我點樣忍？我絕對唔會放過你。張師厚嚇到係咁跪地求饒。過咗一陣，兩個亡魂先至消失，劉氏亦都慢慢醒返。到咗秋天一個夜晚，劉氏強行要張師厚陪佢出外遊玩，佢哋始終心入面有啲驚，於是又帶埋張法師同行。佢哋喺白晝飲到醉醺醺，將船停喺龍灣。正當劉氏喺船頭唱歌嘅時候，江面中心突然響起一聲怪聲，水面竟然分開兩邊，一個住綠袍嘅男人騎住馬由水底衝出嚟，
劉氏嚇到掩住面大叫：法師救我！我個死鬼老公嚟咗啦！綠袍男人伸出一隻一丈幾長嘅手臂，一手就將劉氏拉入水底。法師當時完全施展唔到法力，唯有大叫船的落水救人。當佢哋將劉氏救翻上岸嘅時候，劉氏已經斷咗氣，張之後正喺度驚慌喊緊。船艙突然湧起一團黑霧，一個披頭散髮、滿臉鮮血嘅女人出現，竟然係前妻姨娘。張法師即刻拔劍衝上前，點知把劍竟然無故跌落水，法師唯有赤手空拳同厲鬼搏鬥。喺混亂之中，法師一拳打中咗張之後，之後兩邊打得非常之激烈。過咗好耐，僕人入去睇嘅時候，發現張之後已經死喺法師嘅拳頭之下。當時所有奴僕都親眼見到呢一幕。結果法師因為誤殺被判刺青流放，而呢段冤冤相報嘅往事亦都成為咗太原一帶最靈異嘅傳說。